基本嘢講到嘅係青島嘅環境污染嘅問題，其實講起來咧嘅細細嘅地方就做得做太太嘅事情，就這樣講哈。不過還有一天談起來咧，談嘅意思講嘅時間嘅情況頭會知道真艱苦，因為你會知道講其實你嘅地球係真強嘅，你有一隻真好嘅環境，不過因為可能你嘅私欲有冇，你嘅慾望啊，吼，你想嘅東西太多嘅，故所就造成嘅青島嘅環境污染嘅問題，比如講上台節目啊，也係之前有講到嘅，因為做嘅正常嘅sản婦有冇嘅便嘅sản婦去洗嘅時間，又唔會綠色。有冇嘅？唔會綠色，佢嘅表示係乜嘅意思？佢用到青島嘅化學嘅原料啲嘅地度，其實係有比如講你嘅是香菜嘅時節，有冇嘅味道嘅香菜啊？太清潔啊，有青苔嘅產量嘅問題，故所你用安樣嘅香菜，你只會用青島嘅農藥嘅問題。嘅農藥唔係是按簡單哦，講你是香菜嘅時節，因為有農藥，故所你會知道青島嘅農藥會傷害你嘅身體，唔係是按樣天天。其實嘅土壤嘅奶佢也有污染嘅問題，嘅奶有污染嘅問題，還有這個水。就也會直接連帶的影響到水嘅問題。不過還有清嚴重嘅問題，你看氣候對不對？氣候嘅變遷，唔係嘅白氣用濕的按簡單嘅問題，你有講到嘛？比如講有冇整個冰川變嘅溶體？對啊，這個你嘅海洋嘅水嘅上升，有冇？你看我在做這個宇治高矮嘅總複習，同你嘅鄉親朋友總複習係，一教是冇，係嘛？其實還有一個問題要討論嘅，就係我吃到啲台灣青洋蔥嘅問題，嘅就係你嘅作物嘅有一些作鐵動物嘅，你有冇？有哦，講300多噸嘅農洋蔥。其實台灣做嘛會變慣到按的名稱，因為都漁船的數量越nhiều，台灣的漁民當聰明，有當聰明的嘛，佢哋會向群眾的做，佢哋去開遠的地方，因為有談過黑鮪魚季嘛，有喏，有哈，啲黑鮪魚季開始台灣10公年前捕魚時間有幾多條？1萬條，一集，你從你做功課，真係差唔多1萬多條，唔多Q 年的時間。700條，所以講10公年下來，海洋嘅小安島尤其係鮪魚，有啲捕嘅方式，因為人強愛按呢東西，所以強好食，強好食，所以就按呢問題出來啦。不過其實我啲嘅魚魚，你講魚嘅數量嘅量嘅少按度嘅時間嘅情況咧，其實係吃到真艱苦，因為你想看看10公年前嘅魚去捉魚嘅時間，青菜，你講青菜都做到1萬條嘅魚嘅，不過也係你青10萬、青大標去捉魚嘅，不過其他冇嘅，其他700條前年係500條嘛，今年係700條，你想看這個量嘅遞減是非常嘅急嘅，很快速清潔。係，不過也係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青島嘅人嘛，會知道講哇，你愛吃鮪魚，愛吃鯉魚。因為大家就變日本應該養熊，所以講你冇吃到吃鮪魚就是鯉魚就懂高級嘅事情，尤其有什麼拖羅有魚魚，還有個魚魚肚翅嘅，有個剔口舌，也有好，因為佢都濕落去嘅時間有嘛吼，你看整個在呢這個嘴度就融化，剛才冇人有試過嘛？哦。有啦，故說你也有經驗做嘛？跟我未有試過，不過我是試過100天，我唔敢講是天100吼。我一day呢？你是一day天係嘛？你挺貴嘅，挺貴嘅。故說你講，你受到日本人嘅影響，你有是個拖羅有鯉魚，唔過你點嘛？其實日本人也開始宣導，其實佢有清涼。
愛青島嘅魚嘅吃鮪魚是個魚嘅量會越來越少。比如說，其實我們也是，你也要按用語跟大家講。這個我大家呼籲，因為我啱講啦，因為鮪魚佢係海洋生態鏈頂端的一種生物。太型嘅魚。太型嘅魚。所以講，佢假使你看層層來算啊，太魚嘅冇嘅，中嘅魚嘅就變太啊。呀，冇唔錯。因為你看睇當個嘅太型嘅魚嘅嘛，有冇太型嘅魚嘅叫佢是天衣層嘅魚嘅，唔過太型嘅魚都冇嘅，嘅天衣層嘅魚要越來越多，跟用解數，用解散咯，也是天。較大下嘅，假使安尼較大下嘅實體嘅，出去，叫冇好食嘅，咁樣餓死了。餓死，結果佢餓死嘅時嘅，嗰時候有人講啊，青島年過後其實你要是唔冇魚嘅，喂，種冇魚嘅，咪種冇魚嘅，跟用解散咯，嚇，跟青島年過後嘅冇魚好食，跟用解實就好。其實我希望政府啦，因為你船嘅目前係世界青島嘅，聽見我設立一個保護區，比台咩，台也在來補嘛，還有減少，最主要係減少使用啦，還有不要用那個破壞性的漁法，因為台灣係用一種係講嗰種人工集魚器，佢會很因為魚嘅款冇咩，佢會用聲呐的方式讓魚嘅吸引過來，下過來，問題你看海裡冇像冇魚嘅，還有海豚、海龜，係冇沙魚，跟住全部會渡過來，問題按你一網打盡的方法，下擺海啊，就純浮游生物。唔過有嘅青洋蔥嘅問題，係講用義工嘅幾種嘅作魚嘅方式，其實有青島，比如講你可能會做嘅係鮪魚鮪魚按用嘅魚，唔過而免用按用嘅方式去做魚，結果你得到嘅係青島你其實不需要的魚。比如講，你剛才講到海龜、海豚，哎呦，不過它就死了，因為它一樣同樣不易捉起來嘅。嗰種按用嘅方式係做唔得嘅，只有你講嘅，其實係講你嘅政府有規範，而捉唔到這樣的一個體力，再過去就做唔得。可是呀，係按用體力嘅魚就冇誒，嗰種就一直往前，越來越遠，越來越遠，這樣做得捉唔到。嗰種行以後就冇唔好食嘅。其實按用真經來規範一下，要會規範一下。像當到國家佢太細，還沒有限制，做唔得做，因為全部捉上來，因為拖別的國家，佢冇一天會帶來台灣，佢會當別的國家看落後嘅，用做個洗魚的動作，就直接在當地做一個交換。因為講，因為台灣有的時間叫講有限制啊，可能做唔得過度的一個東西，因為台灣當年就還有配額啊，國際還有給台灣配額，所以有時候不能超過，他就會在其他國家很遠的地方進行嘅交換嘅。又係另外一種方式係冇？其實當作方式，唔過台灣當作背後就係台商，可能傳的名係別個國家傳的名。古說其實也強用係一種這個係講你做鐵道嘅魚你會破壞嘅係你海洋嘅你講食物鏈，按用嘅食物鏈係講破壞唔係冇唔好食嘅。其實也係你想看看你為到愛賺錢，古說你4000年嘅地方有冇去做魚嘅係為到賺錢，唔過想看啊係講千多年過後嘅冇魚嘅。係講冇魚嘅，其實你也冇條路通好做嘅，也做唔得做魚嘅。嗰種也真正係一種，也做得講係一種供需嘅問題。其實我大家嘅天數這樣做得，比如講你也係捱嗬，你嘅食嘅土路嗬，以前有時也就是食較少一些些，係講你真正清好食你就食較少嘅，係講唔係講清好清中醫食嘅你就唔好食，係按用人其實。年紀不一，也未低，其實乜解用嘅係個魚係一下市場它需要的魚，其實按用整個平衡下來才可以天數你嘅整個你個海洋嘅食物鏈嘅問題。其實海洋的這個問題青洋蔥，還有一種魚，做唔得是，這就是這個你嘅客家話講係拍飯，就是那個。布拉伊，對，錯，那個係一種特色，因為青島嘅爸爸媽媽吼，係會去買嘅拍飯嘅魚來煮
冇嘅，有冇因為因為講嘅小朋友有冇嘅冇牙齒，唔係冇牙齒，比如講較營養，係較營養，較營養要做啲補充嘅有冇鈣質，可以吃。不過其實那種魚唔係真嘅，它其實係青島嘅生魚嘅，因為生魚係盲胎，有冇係盲胎你就整個做起來食，結果咧食太高後就完全的唔會變成胎嘅毛嘅。就冇錯。有調查過，其實從按你比嘅，它有個按你比嘅唔難，地度差不多就有600種，種。你係講拍飯係冇？拍飯咯。你係講按樣嘅比嘅種做嘅拍飯就有差不多600種。600種。生嘅種五字嘅啊。哇！嗰種係講眼問你講意思你試過幾種幾多種嘅魚嘅，你就嚟講超過600種係冇？因為你有試過幾種，跟你細細嘅時節可能嘅媽媽有做過你試過。我細細嘅時節有啦。至少還沒有。嗰種一下人就唔當試幾種魚，因為係講我試鐵到幾種嘅魚。以後吼，嘅大家吼就冇好事咧。好請你個鄉親朋友吼先聊下飲下茶，等下咧就好好嚟問下你個意思，還有乜個東洋蟲嘅問題要注意咧。